最近一股名為中國式生活嘅熱潮正在熱爆全球，好多外國人喺度模仿我哋嘅日常生活習慣，好似飲熱水啊、着拖鞋同埋自製養生食療啊咁。到底呢股熱潮有幾咁誇張呢？成件事嘅起因係喺2025年年底，一個美籍華裔嘅博主 Sherry 喺 TikTok 上面發佈咗一條叫做 Tomorrow You Are Turning Chinese 嘅短片。Tomorrow you are turning Chinese, and because you are the chosen one。好真實咁記錄咗佢嘅中國式日常生活。影片發佈之後就開始喺海外各個社交平台瘋傳，最後仲覆蓋咗全球超過150個國家。喺 TikTok 上面關於 Becoming Chinese 呢類嘅話題，播放量有幾十億次咁多，真正係全球爆紅，搞到海外嘅年輕人喺度爭相模仿，仲從頭到腳學足晒添。由飲熱水、自製養生飲品、食養生粥、用刮痧同埋艾灸去調理身體、打八段錦，甚至喺屋企着拖鞋保暖，就連農曆新年都變成咗海外嘅節日，仲連埋揮春、派埋利是、着埋紅色衫添，真係儀式感爆棚。除此之外，亦有唔少人主動去學中文、追國產劇，仲研究埋中式生活嘅態度同養生嘅智慧，將中國文化完全融入喺日常生活裏面。喺呢股風潮之下，仲帶動埋經濟效應添。喺各大跨境電商平台，好似紅棗同埋枸杞、刮痧艾灸嘅用品、太極服裝之類嘅中式產品，銷量勁升咗3倍以上。部分更一度供不應求，就連海外嘅中醫館、養生館、中菜館等等，生意都以倍數咁增加。呢股熱潮能夠紅遍全世界，中國開放免簽政策都係原因之一。喺2025年，外國人免簽入境創下歷史嘅新高，有3008萬人次。大批海外嘅遊客親身嚟到中國，體驗中華文化，品嘗地道美食，近距離認識真實嘅中國。啲遊客嚟到之後，隨手拍低嘅中國高鐵、唔同方式嘅移動支付同埋各種新科技嘅應用，再 share 到社交平台上，分享佢哋嘅所見所聞，令到更多人對中國式生活充滿好奇。呢場不經意嘅文化輸出，打破咗西方對中國嘅固有印象，令到中國文化從遙遠而神秘嘅符號，變成咗可以觸及嘅生活日常，完全唔刻意，但係就深入人心。或者呢啲就係中國式生活嘅魅力所在。依家呢股熱潮仍然喺度持續緊，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理解同埋中意中國嘅文化，為佢哋帶嚟更多健康嘅生活選擇。中意我哋嘅頻道，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，多謝。